日本利比的一帮名车大股伤兵，之前的翻译水源一平，因为偷摕大股1700万的美金，差不多是代表5亿6000多万，去行盗销。昨午翻译是判伊4当9个月有期徒刑，马会行犯罪所得，伊方关出了后，嘛有可能会方赶出美国。大谷翔平会将日本同意水源一平车拉到洛杉矶法院，互大庭记者包围，用日文甲英文问伊问题。水源行真紧，拢无讲话。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，水源出庭的时阵，双手相搭放伫脚头屋。伫法官宣读判决的时阵，一直看头前拢无震动。宣判进前，以为家己的行为毁失礼，表示知影毁失礼无法度弥补家己所犯的罪行。这个错误会影响家己的下半世人，已经准备好接受后果。根据认罪协议，水源承认伫2年外期间，20多届假造大股敲电话予银行诈欺偷用资金来行缴销。洛杉矶法院判伊必须入狱服刑57个月，也就是4年9个月，各加3年保护管束，各下令伊爱行大股1700万美金，相当是台票5.6亿，各支付国税局100万美金，差不多将近3300万台票。日本籍的伊伫服刑期满了后，也有可能会方赶出境。代理联邦检察官麦克纳利表示，虽然有真特别的信任地位，这予伊有权力、名声，也甲真好的薪水。不幸是水源利用这个真好的工作，为伊的朋友知己的手头偷摕几600万美金。所讲的朋友知己，就是大谷翔平。水源是2018年开始担任伫美国这帮拍球的大谷做通译。去年伊因为媒体报道牵涉到跋筊，才互人开除。进一步引起少年所的调查，发现伊为大谷这边偷摕钱去行缴销。伫税务的记录，伊阁讲白贼来暗藏家己的行为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